中央银行昨宣布，伫1月29、24提供过年进前换新银票的服务，而且是结合 Google Map 加 QR Code， 也是利用手机 App 就会使找到提供服务的所在。为便利民众春节前兑换新钞，本行洽请台湾银行、台湾土地银行、合作金库商业银行、第一商业银行、华南商业银行、彰化商业银行、台湾中小企业银行以及中华邮政公司等8家金融机构，选定456家分行，还有邮局为指定的这个对钞地点。换新银票的时间伫1月20到1月24， 100块的银票每个人会当换100张，200块还有其他的银票会看状况来供应。去年发行的新台票年增加率是5%，显示新台票的需求正在上涨。个人也是惯使用实体的银票。因为中央银行是提醒，绿色金融是趋势，鼓励民众会当以数位的方式来转钱，发所谓红包。